呢集最後3分鐘要教嘅係4心裏邊嘅第一個心內心。有關於內心要知道嘅嘢，除咗要知個名之外呢，就要知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要喺個內切圓裏邊畫個圓心，正正就係內心位置。如果我哋有辦法喺一個三角形裏面畫到個內切圓呢，呢個圓心位置呢，正正就係嗰個內心。而聽完呢個內切圓嘅圓心，即係作為內心嘅定義之後呢，咁我哋就要諗下有咩性質喺入邊需要了解啦。咁我哋特別留意到呢個中文字啊，切啊，咁我哋就會記得啦，切就有切線性質。而切線性質呢，我哋就會諗翻喺呢度一睇呢，就好多條切線，我哋呢就會記住雙切線嘅性質。咁喺上堂提過啦，雙切線性質呢會記住嘅就有兩樣嘢，一有3對筷子啊，對筷子每對都係相同長度。二就係雙切線呢會形成到有3對全等三角形，呢個係切線性質裏面要留意嘅。而當中呢陣間我會畫埋個角平分線俾大家睇，睇埋呢內心另一個定義。好啦，重點嚟啦。首先呢，公開考試其中一個常用嘅做法呢，就係你見佢係內心，你就畫翻佢第一對筷子係 XX， 第二對筷子同第三對筷子。同樣都係切線性質呢，有提過呢，就係切線、垂直、半徑呢3條半徑嚟嘅。咁跟住我哋再畫呢個角平分線出嚟呢，因為呢紅色呢度2個三角形，藍色2個同綠色2個都係完全地全等嘅三角形嚟嘅，各自即係3對嘅全等三角形。而當中呢個角平分線呢，都係呢個內心嘅定義之一。所以呢，有人呢畫內心落去呢，其實就唔畫圓形嘅，而係呢畫條角平分線，再畫另外角平分線，最後畫多條角平分線呢，揾到個交點就正正係內心位置。咁而所有關於下邊嘅呢啲嘢呢，喺我嘅記憶裏邊呢，全部都係由切線，即係呢個內切圓做開始。我哋記得切線性質呢，就記得呢2個定義㗎啦。好啦，去到最後2個重點呢，其中一個重點呢，就因為呢2個中文字垂直。由於切線垂直於半徑呢，所以我哋會記得垂直喺小學學過同面積有關。而當中呢，我有咗3個顏色，紫色三角形面積係以 AB 做底，半徑做高；黃色三角形面積呢，以 BC 呢個做底邊，半徑又係做高。最後黑色呢個三角形呢，以 AC 做底，半徑做高。我哋要計面積呢，就將大三角形拆開變成呢3個顏色嘅三角形面積相加。而要記得三角形嘅面積就係底乘高除2，所以呢，右手邊呢就係3個細三角形相加嘅面積，而左手邊呢就係大三角形嘅面積。喺公開考試嗰陣時，若果你想計左手邊呢個大三角形面積呢，你可以用到希羅公式。假設佢俾晒3條邊俾你呢，你直接用希羅公式裏邊嘅 formula 03，咁就可以計得到㗎啦。而去到最後一重點呢，就係公開考試經常會係 MC 問到究竟嗰4心會位置呢喺個三角形內啊、三角形線上啦，定還是三角形外邊嘅？咁要留意呢，由於今次呢個係個內切圓嘅圓心，圓形既然已經喺三角形裏邊，個圓形都喺三角形裏邊，個圓心當然喺三角形裏邊啦。所以呢，呢一個內心一定喺三角形裏邊，係冇得揀㗎啦，唔會喺三角形外面或者三角形上邊嘅。好啦，即時試試我哋剛才提過嘅其中2個嘅重點之一。若果呢度提到內切圓半徑係 R， 佢想證明嘅就係呢一條公式成立，當中呢 A 就係佢嘅面積，P 就係佢嘅周界。嗱，咁我就唔將剛才嘅英文字母 A、B、C 改翻變 C、D、E 啦，咁我就直接用呢個嚟做例子。左手邊講緊嘅呢，就係佢個面積，亦即是呢題目裏邊嘅細階 A。而右手邊呢，我就將每一個嘅公因數 R 同埋2呢就抽出嚟。大家都有 R， 大家都有分母2抽咗出嚟，剩翻就係 AB 加 BC 加 AC， 亦即是話呢3個加埋呢，正正就佢嘅周界啦 P。咁最後只要全式乘2呢，答案就已經出現咗啦。所以呢一題呢 17A 呢就已經做完㗎啦。我重申多次啊，關於內切圓亦即係內心，我哋其中個常用嘅就係同面積有關。最主要因為呢，就係切線垂直半徑
呢個垂直啊就同面積可以扯上關係㗎啦。好啦，而我另外揀咗嘅一題呢，就係喺2025年第41題 MC。要做到呢題，首先畫圖方面呢，綠色唔難畫，黃色嘅正 Y 軸唔難畫，藍色係 O， 內心就內次元都唔難畫。最難呢應該係最後嗰度呢，我而家用紫色嘅呢個。佢話個內心位置呢嘅 X 坐標係6啊，即是話呢個嘅 X 坐標係6。嗱，所謂 X 係打橫嘅橫線嚟嘅。由於佢同 Y 軸係相似咧，所以講緊呢個紫色咧，其實講緊呢個打橫係6嚟嘅。而另外咧，由於佢同 X 軸都相似啊，半徑嚟嘅，所以呢個半徑其實都係6喎。間接講緊嘅其實即是話咧，成個坐標係6逗號6。跟住我用翻雙切線一對筷子嗰個嘅性質啦，咁我就形容呢兩個紅色咧就係6，打橫呢兩個藍色咧，由於OU 全長係20，所以咧呢一橛咧就係20減6，亦即係14。佢哋合埋加埋就20，所以呢橛都係14。剩翻呢個未有咧，我就用 A 嚟取代佢。另外，由於呢個係一個直角嚟嘅，呢個係一個直角嚟嘅，所以咧咁我就會見到咧形成到個直角三角形，亦即係出現不是定理啦。咁我將 A 加6嘅二次方加呢個20嘅二次方等於斜邊。A 加14成個二次方，咁拆完括弧之後呢，再計落去就可以計得到個 A 答案係15。而題目最後呢，想計嘅成個三角形嘅面積，咁我哋將佢底乘高除2就計得到答案㗎啦。好啦，去到呢條影片嘅最後呢，我唔做總結啦，因為呢前邊我都做過幾次總結，反而呢，我送多題 past paper， 其中一年嘅 past paper 第41題呢，題目你大概會睇得到，而當中我入邊用咗幾個技巧嘅。第一個技巧呢，我覺得你哋真係要識畫圖，但係呢一題裏邊呢，由於個 K 存在呢，我哋畫圖比較痛苦啊，咁所以呢，我會直情呢切埋數。我切咗個 K 做12，因為話正常數啊嘛。我切咗 K 做12呢，令到呢一題畫圖相對畫得靚啲。畫完圖最後一個技巧呢，我仲會用埋呢個各評分呢個嘅性質落去呢，我先有機會做到呢題呢，你估得到個答案係乜嘢嘅。有興趣自己睇啦。